好難賭嗰場，又冇嘢賭，即係我真係好難賭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場場都冇嘢賭。我實力唔夠勁。唔係啊，你而家好簡單啊嘛，你而家睇好邊隊啊？我而家睇好邊隊？點都係物種啦，有物種，一球物種，最多咪走。我投買墨西哥，墨西哥，摩洛哥。墨西哥個 friend 摩洛哥。OK，買下盤啊，黐線㗎！係買下盤。嗱，講少少啦，咁樣呢場波咧，我諗好多人咧會攞翻22年嘅世界盃嚟做個參考嘅。大家可能有啲人嘅22年正啊，就係即係呢個4強就係法國對摩洛哥。OK，咁你睇翻當年即係4年前啦，法國對摩洛哥個陣同而家比，嗱你好易揾得翻嘅啫。我覺得法國就差唔多嘅，甚至你可能覺得強咗啦，因為奧列斯啦。咁摩洛哥點咧？咁樣摩洛哥就都換咗半隊以上嘅人㗎啦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整體今年摩洛哥咧，如果你 compare 翻4年前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再平均咗嘅，整體實力啊。咁嗱呢場波如果你話人腳上啦，法國就冇咗曹敏利啦，咁我就冇睇過嗰個防中嗰個咩干尼踢羅馬嗰個嘅即係真正表現啦，但係我諗都唔方勁。咁你話摩洛哥呢個防中其實都係羅馬去隊友嚟㗎嚇。咁上4年前你諗下摩洛哥個防中佢係用邊個啊？南拉巴治即係曼聯嗰個廢柴，咁嘅就係廢嘅。OK，咁而家其實咧個防中位嗰兩件咧，其實都已經係勁過4年前嗰兩件啦。咁唯一咧其實咧摩洛哥咧就係傷咗沙巴利。咁就係之前都係靠佢入波啦前場，但係上場你見到咧，其實佢換入嗰個拉軒美，我話咁熟口面嘅，係嘛？我話咁熟口面，呢條友，原來呢條友嗰時我亞冠睇過佢踢波。咁咧呢條友唔渣啊，呢個拉軒美，你見上場埋齋就係佢嚟嘅。咁當然上場打得到最尾，加拿大散晒，跟住係咁啊諗住攻翻啦，就係咁輸反擊啦。咁所以咧你見咧，因為而家出唔到啊沙巴利，咁佢用呢個拉軒美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咧，佢比較係即係第一佢唔係柱躉。佢都係一啲打邊路啊、快啊嗰啲咁嘅逆風嚟嘅。其實呢個拉軒美同沙巴利係兩樣嘢嚟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摩洛哥咧呢場波咧就係因為有呢個變動咧，反而咧係對住法國咧，佢仲會打得比較我覺得會打得比較手勢啲，同埋咧打即係再決心啲係打防範。OK，即係其實你睇翻上年咧4年前嗰個對決咧，法國5分鐘入波啦。咁所以嗰場咧，你有冇諗過摩洛哥對法國佢係6成幾控球？摩洛哥，因為你法國5分鐘已經入波，咁迪金斯嗰啲垃圾咧，你5分鐘入波咧，佢已經喺度咧同你喺度磨啦，最後2-0啦，最後2-0佢磨到2-0啊嘛，因為人哋俾你主攻咯，係嘛？咁但係摩洛哥你即係你對住法國咁，你踢主攻咁死得啦，佢5分鐘已經失咗球啦，即係上年4強嗰場比賽。咁今年會唔會有？我覺得咧呢場波咧，即係唔會。首先你要諗一樣嘢咯，佢會唔會又係咁樣好快又會即係失波俾法國咁就好難踢嘅，係嘛？即係你又係咁磨啦，開波又係咁磨啦，迪金斯。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會踢手勢啲。上場如果大家有睇摩洛哥對加拿大，佢上半場咧都唔知係加拿大勁定係點啦定係摩洛哥廢啦。上半場佢可以真係同你玩足咧成個半場，完全唔攻嘅摩洛哥，任你猜，任你加拿大。燒你睇啦。咁其實佢係可以玩到咁嘅。咁你其實單波嚟計咧，摩洛哥係幾有，即係都已經係去到幾有默契啊各樣嘢㗎啦。因為今年其實點解咁，即係有啲人講啦點解咁多非洲隊9隊啊？非洲隊入到決賽但係當然第一輪已經細好多啦。因為咧其實佢打多咗個非洲杯啊嘛，係嘛？其實啲默契啊各樣嘢應該冇問題。讓一粒。即係當然，你話係唔合理？你覺得讓一粒合唔合理？合理，因為上年當年都1粒，今年如果個陣又2-2-0，唔係啊，1粒一樣，我都係讓一粒，即係4年前係啊，所以同埋個陣亦都我覺得分別唔算特別大，1粒係好合理嘅。其實咧，我個讓一粒咧，就我覺得你以淘汰賽由而家呢個8強嚟計，我覺得合理嘅，係嘛？即係你話要讓一粒啫咁樣，其實就8強嚟計咧，就讓唔得多啊。同埋我都係摩洛哥嚟嘅，係嘛？即係正常嘅呢個盤。反而係個大細波，今次好似多少少，上年就都係2球半。咁咪有球啊，又要中啲80倍啊，大家 OK。嗱一對中堅，如果要搏80倍嘅，85倍添嘛，2-2-2-2-3啊。我通常點買嘅咧？即係嗱，如果我睇好下盤，或者睇好客隊有波入，咁咪買一對中堅再加個中場咯。咁咪2-2-2-3咪一對正選中堅嚟嘅咯。咁另外就上場奧拿嗨咧，咁佢又入即係叫做係即係梅開二度啊。咁咧就呢個你咪206咯。206，咁你如果你其實80幾倍咧，你可以唔買80幾倍㗎，你可以買任何時間嘅2-2-2-3嘅35倍㗎都好和味。係啦，咁伊沙迪奧普咧基本上已經入過波㗎啦，佢追和荷蘭嗰場已經係伊沙迪奧普入波。咁伊沙迪奧普大家知㗎啦嚇，即係踢英超嘅都係。咁佢好似係唔知之後定點樣幾時先走去入籍摩洛哥咁樣㗎，我記得佢。其實22年係冇佢嘅。OK，即係最後邊加啦。好。咁你記住喎，係啊，4年前咧係冇戴亞斯㗎。4年前係沒有巴謙戴亞斯，4年前係用師爺字，係嘛？咁師爺字而家直情係冇入選添啦，係嘛 ？OK，同埋你嗱，我又好似上次咁，大家記唔記得西班牙對葡萄牙？我咪講話即係巴塞對 PSG 嘅，跟住就係話文迪斯就對呢個對夜馬啊嘛。咁嗰陣時就係話其實文迪斯掹到夜馬啦，咁所以就係梗係買提子啦。咁但係50幾分鐘傷咗之後，咁你90分鐘先入波啦，係嘛個故仔？咁而家又係可以咁樣玩嘅，夏基美對包皮同一個位啊！因為包皮係不嬲都中意挨去左邊㗎，咁夏基美就係右邊㗎嘛，係嘛？咁啊即係咩啊？即係 PSG 對皇馬。好啦 ，PSG 對皇馬最近嗰場嘅對賽係幾時啊？咪知唔知啊？係咪歐冠嗰段？世冠杯。世冠冇 PSG 輸定嘅。
PSG 大勝皇馬4-0。皇馬嗰啲係俾人咁當然啦嚇，即係成隊 PSG 咁啊，真係好多其他嘅即係功力嘅人啦。但係你講即係防守端嚟計就係夏基米對麥巴比㗎啦，你當係嘛？物種就咁，但係你即場你見到大佬你夏基米如果30分鐘有傷出嘅，咁你識做啦，即刻即係倒翻轉買對家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你醒水經過咗西班牙嗰場嘅嗰個咁嘅洗禮，但係佢踢幾點啊？4點啊？瞓醒嗰度真係。哇係喎，同埋要提埋喎，我 check 咗喎，呢場波咧佢喺呢個波士頓踢喎。你知唔知波士頓呢個咁嘅場係嘛？你知唔知佢呢個場係冇冷氣？冇冷氣咁咧，應該係咧酷熱天氣警告。咁係咪益咗摩洛哥？嗱30幾度，冇冷氣。佢有啲好多嗰啲美國嗰啲主場咧有冷氣嘅，即係好似我哋啟德咁。我哋啟德好似都係聲稱有冷氣㗎，聲稱啊！咁呢個波士頓咧呢個場冇冷氣，應該未熱到中暑嘅。應該會係啊，咁所以就我諗好膠着呢場波。即係你話係你法國梗係有機會贏波贏盤啦，但係一球上落多啦。係啊，我估細波都合理嘅，細波都合理嘅，2球2球半2倍幾？邊有2倍幾啊？兩球2球半啊！係你真係大貪啊！你真係2球2球。咁你買2球有2球半俾你買唔買？你買2球2球半。咁買2球半都合理嘅，1.85。嗱，你大家記住啦，阿呢度係撐法國 ，OK？我會唔會又登走一隊㗎？你隨意登走邊隊？大哥，登走大哥。係啊，登走埋阿包皮都 OK 嘅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